好，呢隻軒足生物2575今日開始招股，等微鏈同你分析下，話你知抽唔抽得過？一手5858，抽唔抽好？即刻睇清利與弊。點解可以諗諗佢？一唔係得個講字，有藥賣緊街。咁最大賣點係有3隻核心藥已經批咗 NDA，咁其中2隻 KBP3571同 XZP3287已經出咗貨。公司舊年開始有3000萬人仔收入，同啲得個研發字嘅生科股唔同，佢已經過咗最牙煙嘅階段。二三頭馬車頂住，唔使驚單天保至尊。3隻主打藥分別針對消化系統、乳腺癌同肺癌，呢一啲都係大市場。就算一隻賣得唔好，都有另外2隻頂住，分散咗風險。3彈藥用途明確，撐自己主打產品。今次集資嘅錢有45%會直接用翻落呢3隻主打藥度，用嚟推廣同研發新式認證，即係話上市後有更多資源幫佢哋搶市場，對收入有直接幫助。要小心嘅地方，最大問題，隻藥賣唔賣得起？咁雖然有收入，但係今年上半年只係收咗1700幾萬人仔，比舊年只係多咗11.6%。呢個增長真係唔算勁，市場實會金睛火眼睇實。如果隻藥唔能夠爆上，好易俾人質疑佢嘅賺錢能力。周圍都係大佬，難搶地盤。胃藥、乳腺癌藥、肺癌藥呢幾個市場全部都好多人爭，對手係國內外大藥廠。軒足要搶生意，就要燒好多錢賣廣告，仲要證明自己隻藥有咩特別好處。3繼續燒錢中，公司上半年仲蝕緊1.1億人仔，研發就係個無底深潭。點樣部署長線客可以擺1-2年，可以細細注抽下。你賭緊嘅係佢由有生意變成有錢賺呢一段路。如果成功，回報可以好和味。當係用合理價錢買入間有實質業務嘅公司，短炒客即係諗住上市即走，要睇餸食飯，唔好瞓身。一定要睇實公開發售超夠幾多倍。如果市場反應熱烈，首日升嘅機會大啲。一句講晒，軒足係近期少有貨賣、有收入、有前景嘅藥股，個底算係咁。但係佢就要用盤數證明俾大家睇，佢嘅藥係真係賣得。如果你信佢個團隊做到，就可以諗諗。如果唔係，等佢出咗上市後，第一份成績表再決定都未遲。以上只係吹水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仲有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啊！